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而家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7月20日，經文係嚟自耶利米書16章1至到21節。主題係上主預示猶大的悲慘遭遇。讓我哋一同聽下今日嘅經文。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：你在這地方不可娶妻生兒養女，因為論到在這地方所生的兒女，又論到在這國中生養他們的父母，耶和華如此說。他們必死得甚苦，無人哀哭，必不得葬埋，必在地上像糞土，必被刀劍和饑荒滅絕。他們的屍首必給空中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。耶和華如此說：不要進入喪家，不要去哀哭，也不要為他們悲傷，因我已將我的平安、慈愛、憐憫從這百姓奪去了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連大帶小都必在這地死亡，不得葬埋。人必不為他們哀哭，不用刀劃身，也不使頭光禿。他們有喪事，人必不為他們抹餅，因死人安慰他們。他們喪父喪母，人也不給他們一杯酒安慰他們。你不可進入宴樂的家，與他們同坐吃喝，因為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你們還活着的日子，在你們眼前，我必使歡喜和快樂的聲音、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從這地方止息了。你將這一切的話指示這百姓，他們問你說：耶和華為什麼說要降這大災禍攻擊我們呢？我們有什麼罪孽呢？我們向耶和華我們的神犯了什麼罪呢？你就對他們說：耶和華說，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，隨從別神，侍奉敬拜，不遵守我的律法，而且你們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，因為各人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行事，甚至不聽從我，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，直趕到你們和你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地。你們在那裏必晝夜侍奉別神，因為我必不向你們施恩。耶和華說：日子將到，人必不再指着那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來之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卻要指着那領以色列人從北方之地，並趕他們到的各國上來之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並且我要領他們再入我從前賜給他們列祖之地。耶和華說：我要召許多打魚的，把以色列人打上來，然後我要召許多打獵的，從各山上、各岡上、各石穴中獵取他們。因我的眼目察看他們的一切行為，他們不能在我面前遮掩，他們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隱藏。我先要加倍報應他們的罪孽和罪惡，因為他們用可憎之師玷污我的地土，又用可厭之物充滿我的產業。耶和華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保障，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。列國人必從地極來到你這裏說：我們列祖所承受的不過是虛假，是虛空無益之物。人豈可為自己製造神呢？其實這不是神。耶和華說：
我要使他們知道，就是這一次，使他們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，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。今日嘅主題係上主預示猶大的悲慘遭遇。上主命耶利米獨身不婚，不要進入喪家以示同情，也不要進入宴樂之家以示歡慶。上主以先知的生命為信息，表徵猶大面臨的悲慘遭遇，好使猶大醒悟離惡，歸向上主。盡心思考，先知耶利米的生命怎樣盛載他傳講的信息呢？你願意點樣以生命作上主嘅見證，將福音傳俾身邊仲未醒悟嘅人呢？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讀聖經嘅說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